Hello，大家好，有個好消息話俾大家聽啊！等咗足足4年，Brisbane 嘅土汪終於有新樓盤登場啦！大家睇下佢嘅外觀，佢係一個5層高、40個單位嘅低密度apartment。我哋睇下個俯覽圖先，地址呢係6號 Jocelyn Street 土汪，大家一定會好滿意佢嘅地點噶啦。因為咧喺正門口就有個巴士站，啲巴士去邊度呢？一陣間去到現場再話俾大家聽。而且咧用對腳行8分鐘就可以去到土汪 Village， 坐火車 shopping 非常之方便。至於讀 UQ 昆士蘭大學嘅朋友仔咧就最開心噶啦，因為住喺呢個樓盤有巴士10分鐘就可以去到返學噶啦。帶大家睇下發展商提供嘅 image 圖先，喺5樓天台嘅位置咧，會有一個靚靚嘅天際泳池，喺嗰度亦都可以 BBQ 噶。佢嘅房型咧係1房、2房同埋3房嘅設計，而且佢好多2房都有2個車位噶。呢個樓盤嘅名咧叫做 Koya Residence， 佢已經開咗工噶啦。大概預計明年2027年嘅第一季咧就可以收樓入伙噶啦。帶大家嚟到現場啦，哇，好興奮啊！呢度就係 Koya Residence 嘅地址啦，6號 Jocelyn Street。佢哋開咗工噶啦，而家整緊地牢嘅停車場。嗱，帶大家睇下周圍嘅環境。我哋出門口轉左，向前行。大概行1至2分鐘，就係一個好大嘅公園。哇！呢個公園呢叫做 Perrine Park， 成個公園都好綠化噶，面積好大。入口嘅位置呢，你會見到好多兒童遊樂嘅設施嘅。假日天氣好，好似今日咁呢，就可以帶啲小朋友過嚟玩下啦。而且咧，我哋行前少少嘅位置喺右手邊咧，仲有啲健身器材喎，哇，可以慳翻，唔使喺屋企做啦。如果你中意玩籃球咧，住喺呢度你一定開心，因為咧裏邊有一個好大嘅籃球場啊，同埋咧仲有一個無牽繩嘅狗狗公園。我哋翻返去個樓盤先，喺正佢嘅斜對面咧，已經有個巴士站噶啦。架巴士咧係417號，大概坐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市中心 Adelaide Street。如果你唔中意行路去土汪 Village 嘅話咧，坐1分鐘就可以去到土汪 Village shopping 噶啦。Betty 而家帶大家翻學先，其實喺正樓盤門口咧已經有個巴士站噶啦。坐4分鐘巴士就可以去到名校 Independence State High， 坐11分鐘咧就可以去到聖 Peter。啲家長們係咪好開心呢？除咗呢2個巴士站之外咧，行前少少仲有一個巴士站噶喎。嗱，大家睇下喺呢個路口對面咧有棵大樹嗰度咧有另外一個巴士站。嗰度咧可以坐402號巴士，10分鐘就可以去到昆士蘭大學 UQ 讀書噶啦，係咪好方便呢？另外咧仲有411號巴士，坐3分鐘咧就可以去到 Regatta City Cat 嗰個船碼頭，坐18分鐘船咧就可以去到 QUT Gardens Point 嘅 campus 噶啦。另外坐14分鐘咧亦都可以去到市中心嘅。我哋翻返去頭先大樹嗰個巴士站先，而家轉左過條馬路，一條直路行大概8分鐘就係土汪 Village 啦，係咪好方便呢？嗱，呢度一路向前行，左手邊大家睇到藍色嗰棟呢，就係你好熟悉嘅土汪 Village 啦。所以住喺 Koya Residence 呢，無論交通、返學、購物，真係相當方便啊！Betty 咧同屋企人其實1989年咧已經移咗民嚟布里斯本 Brisbane 噶啦。我記得咧我哋第一個區咧就係住喺土汪呢度。我成日都覺得佢個名改得好好啊，土汪 Too Wang 太過旺啦，
因為咧佢真係非常之方便。嗱，大家睇下喺呢個位置咧轉右，你就會見到 Toowong Village 嘅招牌噶啦。裏邊咧有大家好熟悉嘅 Woolworths 超市啦、Coles 啦、Kmart， 同埋有銀行、有郵局、有手機鋪、電信公司，係咪好方便呢？仲有一個好大嘅 food court，Betty 都好中意去嗰度食嘢噶。大家好中意 Toowong Village， 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佢相連住一個火車站，係 Toowong。記唔記得 Betty 成日同大家講藍綠色線嘅火車線呢，係非常之方便，同埋喺 Brisbane 係好有名噶。向落坐嘅話呢，會經過 Taringa 啦、Indopedia、Oxley。如果向市中心嗰方面呢，會經過 Milton、Roma Street。喺 Toowong 去 Roma Street 坐火車只不過係7分鐘，而且喺 Roma Street 咧轉巴士或者 Metro 4分鐘咧，可以去到 QUT 昆士蘭科技大學 Kelvin Grove 嘅 campus 噶。住喺 Toowong 咧，除咗方便之外，佢嘅名校咧周圍都有。Betty 有幾位家長嘅細路仔咧都係讀 Brisbane Boys College。如果住喺 Coya Residence 咧，完全唔使坐車。行路13分鐘就可以去到 Brisbane Boys College 噶啦。Coya Residence 呢個新項目呢，佢嘅地點真係無敵啊，攞足5星滿分。大家如果想要資料呢，就快啲聯絡 Betty 啦。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撳翻個鐘仔。當有新影片發布，你會最先收到通知噶。請大家同時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